柑会当开始采收啊。这是青龙5月人到17年前的结果。皮薄厚汁，真好食，搁真好卖，受到真侪消费者的喜意。需要一些技术就是水分管理的一些，还有肥培管理的一些技术。因为过去农民很多种植到最后都失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裂果非常的严重。5月人分享了后，开始种栽种，品质嘛真受肯定。后来经过专家的建议，嘛开始种蜜柑，想袂到嘛有袂歹的成果。这2年嘛开始伫网络顶咧卖。口感就是它的甜度其实非常的高，但是因为带点微酸，在整体的口感上有许多不同的层次。吃起来甜中带点酸，那橘子风味非常的浓厚。完蛋了后，就开始采收嘛，接到真侪订单。伊嘛估算今年产量大约有5000台斤，产期是到元宵节左右。介意蜜柑的民众嘛会当把握时间来买。